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哋今日講咧 N1 嘅文法17啊，咁就今日要講嘅咧就係、我覺得咧都幾實用嘅，咁我希望咧能夠咧大家咧盡量去掌握佢。咁喺 N1 嘅文法裏邊嚟講咧，大致嚟講咧都有過百個嘅，咁我覺得優 Sir 咧認為呢課書咧都幾實用喎，係嘛？我哋睇下係咪真係咁實用好唔好啊 ？OK。嗱，等會見到首先度咧就會用到咧就係動詞嘅詞書形啊嚇。如果以摩登日語嚟講咧就叫做詞書形。如果以標準傳統嘅日語教學嚟講咧就係叫做連體形。連即係連接，體即係體言。體言嘅意思即係講一啲咧係唔會有詞尾變化嘅獨立單詞，包括係名詞啊、助詞啊、代名詞啊、量詞啊嗰啲字啦嚇。OK，我哋今日要用嘅咧就係咧，までもない。中文解釋冇咁嘅必要，即係等於另外用一個日語係講啦，係何々する必要はない，係咪？即係冇咁嘅必要啦。OK， 係啦。我哋先睇下例一先好唔好啊？第一條啊，軽い好輕啦，輕微都得啦嚇。風邪だから，軽い風邪だから，由於咧係輕微感冒嚟嘅啫。好啦，佢話病院に行って見てもらう。如果淨係睇呢嚿嘢嘅話咧，就表示咧去醫院咧就睇醫生，去診症咁解啫。咁但係由於佢話啊嘛，由於係輕微感冒嚟嘅啫，我哋中文都會講使乜走去睇醫生啊？使乜啊？就呢個中文啦，係咪？好啦，即係講冇咁嘅價值咯，係嘛？有咁嘅意思啦，係咪？咁所以呢度點解有兩條橫線嘅咁樣，係嘛？好啦，咁如果係我哋今日嘅嘢嘅咧，今日就會用咧もらう，係咪？然之後接咧までもないです，係咪？咁即係咧係冇必要真係去睇醫生咯。咁如果用另外一個角度講，你知道咧日文裏邊我哋語文表達咧唔係淨係得一個噶嘛，係咪？變成就係咧係もらう啊，見てもらう必要はない類似咁啦，好唔好啊？好啦，咁就跟住到例二啦。嗱，我想講咧，一般如果講例文嚟講咧，我諗你本教科書都係通常咧都會將咧呢個咧までもない係咪係放喺句尾嘅，跟住句號咁啦，係咪？但其實咧佢就可以放喺文嘅中間或者前頭嘅，冇所謂嘅啫。其實好啦，咁但係如果佢放咗喺前頭嘅話咧，咁就要將個 e 咧な咧就變成個 q， 佢有一個接續嘅一個形式啊嘛，係咪？變成就係咧好似呢條例文咁啦，要までもなく係咪一樣都係解，即係冇必要講啦，唔使講啦。點解唔使講？係咪？不法投棄で近所の人が迷惑しているのだ，係咪？不法投棄即係亂咁抌垃圾咯，亂咁劈低咯，係咪？係點樣㗎？梗會造成啊！對於附近嘅鄰居咧，梗係滋擾㗎啦。嗱，迷惑呢個字咧係表示咧，即係咧係騷擾咁解啊。OK， 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唔可以亂咁抌垃圾㗎嘛，係咪有固定位置㗎嘛，係咪 ？OK， 好啦，咁就喺呢度首先咧，我用咗簡單嘅兩條現場嘅文咧，係咪？咁同互聯網嘅同學咧，咁講解下啦。咁跟住咧我就會以一個好似教科書咁嘅形式，係咪？大家可能你會見到，好似同以前嘅嗰個形式唔同喎。以前嚟講咪寫晒好多例文，跟住慢慢去解釋下嘅。而家其實都係，不過咧我會再加插咧，就係好似大家喺堂上咧上堂咁啊，有個教科書嘅，入邊我哋有好多講解好多例文噶嘛，係咪？咁我都會咁做啦。不過咧，我會喺入邊嗰度咧會揀一啲例文同互聯網嘅同學咧去分析下，因為時間點都係有限啊嘛，係咪？大家而家睇唔到？係有啦，係咪？好得，好啦，大家會見到咧就係有一本我哋平時用嘅教材啦嚇，咁佢亦都有好清晰去講解までもない佢嗰個用法啦、特性啊、要注意嘅地方啊，或者係一啲同其他相似嘅文啦，係咪？好啦，咁我哋而家淨係集中咧就睇下咧嗰個例文好唔好啊？首先咧，大家睇第一條啦，好唔好啊？第一條啊，1回しか使わないから
由於只係用一次嘅啫喎，係咪？咁跟住佢就話啦，買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よ。嗱喺呢度我特登用ありません嘅，咁其實咧一般咧標準嚟講咧都係用ないです，用個ない嘅啫，係咪？買うまでもない，即係話咧冇必要買啊，使乜買咧？你慳翻啦，用一次啫嘛，即係有咁意思啦，係咪？好啦，咁跟住咧我哋試下又睇下第二條咯，好嘛？彼の講演なら，如果係佢嘅所謂演講啊，いつもと同じだから，由於咧同平時咧都係一樣嘅啫，即係講翻一模一樣嘅嘢，所以佢就話啦，改めて聞くまでもない，冇必要咧從頭再聽過。嗱，呢個有個改字嘅，咩意思咧？表示咧重新咁解。OK， 咁你諗下啦，如果你知道呢個人佢每次講嘅嘢都係一模一樣嘅話，咁你諗下，你會唔會啊？係咪又走去重新再聽過咧？由頭再聽過啦？冇啦嘛，係咪？除非佢講嘅好有趣，或者係電影啊，或者係歌啊咁樣，係咪？或者一啲文化講解咧，你就要聽多幾次，係嘛？OK， 跟住咧，我哋試下睇下嗱，大家呢度咧有好多例文啦嚇。咁我哋平時上堂咧就會叫啲同學咧，首先全部咧就去睇晒，盡量去閱讀理解。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叫啲同學咧，你試下解呢條或者理解嗰條咁啦嚇。好啦，咁咧就係第四條咧，大家會見到啦，同出邊所講嘅差唔多啦嚇。我哋試下睇下第五條好唔好啊？駅まで歩いて10分ぐらいだから，由於咧行路去到車站咧，咁大致上咧都係10分鐘左右嘅啫嘛，所以佢後邊佢就話咧，タクシーを拾うまでもない。嗱呢度咧就有一啲咧，我諗咧唔係經常性出現嘅日語啦。例如喺呢度咧，你咪見到有個タクシー即係的士啦，後邊嗰度有個拾う嘅呢個字咧，大家咧都知道咧係將地下嘅嘢咧就執起佢，啱唔啱先？但係咧原來咧佢前面嗰度咧，如果係我諗係交通工具的士啊係咪？我哋中文即係變成叫截的士啦，呢個動作啦，呢下咁嘅嘢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記住啦嚇，タクシーを拾う即係咧係截步穩步的士咁解啫嚇。好啦，咁跟住咧去到第6條啦，好唔好啊？テストの予定は掲示板に貼ってあるから，由於咧測驗啊，佢嗰個時間表啦嚇，咁由於咧已經咧係連咗喺個通告板嗰度啊，所以佢就話咧一人一人に連絡するまでのこともない。咁啊，即係話咧冇必要啊，逐個人走去通知啦。點解？因為都連咗喺個壁報板嗰度，你咪走去睇咯。所以冇必要咧花時間做一啲咁嘅嘢啦，係咪？嗱，好啦，呢個係咪簡單就易明啊？係咪？好啦，或者第7條啊，呢啲都係典型例文嚟㗎啦，係咪？説明書に詳しく書いてあるから，由於已經咧好清晰咁咧寫咗喺說明書嗰度㗎啦嘛，咁所以佢話咧わざわざ説明を聞くまでもないと思う。佢話咧我諗咧都唔需要咧特意地咧走去咧係聽嗰個解釋啦，即係話咧你唔譬如好似咁樣有個售貨員咁樣啊嚇，咁啊當然啦佢亦都可以去解釋一啲俾你聽，咁但係有時咧說明書嗰度咧有啲比較簡易啲嘅嘢已經咧寫咗喺度㗎啦，咁所以咧唔使走去問人啦，下下都即係咁解啫，係咪 ？OK 嗱，咁就好翻嚟啦。嗱當然啦嚇，咁啊不論互聯網而家呢位朋友。你自己有教材又好，或者你係喺互聯網裏邊再揾其他一啲相關嘅資料都好啦，係咪？咁其實咧都仲有好多一啲相關嘅例文嘅，係咪？只要咧你睇多啲例文，再加上自己嘅思考，同埋咧你本身學習日語啊，你嗰個經驗同埋時數咧，其實咧有好多一啲文化上嘅表現咧加以練習啊，咁啊我諗咧其實都好容易咧係會去掌握佢嘅。咁同埋咧喺例文當中咧。我成日都咁講㗎啦，喺咩時候咧嚟學習日語咧？係咪吸收多啲生字，同埋咧文同文之間佢哋嘅接觸嘅嗰個技巧啊？係咪？呢啲都係用長時間慢慢去累積落嚟嘅，係咪？你每次睇一條文裏邊咧，一定會遇到有一啲你識嘅或者唔識嘅生字㗎嘛，呢個係正常嘅，個都係咁嚟嘅啫，係咪？嗱好啦，咁啊我相信咧雖然佢係 N1啫，咁但係其實呢課書咧佢嗰個
應用啊同埋接觸咧，係咪都比較容易咧？係咪啊？嗱，咁好啦，咁就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咁另外就係、就咁嘅。咁就由於咧優 Sir 個頻道咧入邊咧嗰度嘅嗰啲燈光啊、聲音啊，甚至可能係字幕啊，係咪？可能咧都係冇咁專業。咁啊，因為咧優 Sir 咧嗰個所謂軟件咧，由於咧佢係比較係基本啲嘅啫，咁所以限制住咧係去提升一啲比較好似更加專業嘅嘢，咁得。